樊長玉想起自己回來時，他像是在長寧應字，便也厚住臉皮道：你要是得閒，能教我讀些書嗎？不會耽擱你太多時間，你就告訴我學什麼，我自己去看，看不懂的，再來請教你。謝晶淡淡抬眸，對於他這個想法挺意外的，隨即問：你都讀過那些書？樊長玉想了想說：三字經、百家姓、千字文還是認全了的。說完就見謝晶黑了臉，樊長玉怕他覺住教自己麻煩，硬住頭皮道：論語、太學也讀過一些。謝晶爽音悠悠：是大學吧？樊長玉困得想找個地方轉進去，坦白道：這兩本我就從前看宋燕讀時，隨便翻了翻，書看不懂，他又寶貝得跟什麼似的，就還給他了，也沒好意思問他裏邊的文章講的是什麼。老實交代完，樊長玉就覺得周身有點涼颼颼的。他看向謝晶，只覺他那張臉俊俏的臉，此刻實在是又臭又冷。樊長玉不明所以。謝晶說話幾乎能掉兵渣子。論語、大學你既然都學過了，接下來就看孟子吧。樊長玉一臉茫然，他那話是說學過了的意思嗎？他分明是說自己只粗略翻了翻，連裏邊意思都沒弄清楚。不僅如此，午間吃飯時，他還眼尖地發現謝晶把頭上的髮帶又換回了他原本的那條。樊長玉不知道哪兒惹到他了，在飯桌上輕咳一聲問：下午我打算拿些臘肉去縣城買，順便給黃埔頭也拿一塊臘肉去拜年。你有什麼東西要買的嗎？一直食不言的人這才說了句：紙用完了，昨日寫春聯，墨也用完了，買些紙和墨回來，只要5尺正皮的甲酸，墨要松煙的徽墨。樊長玉聽得頭都大了。什麼酸？什麼墨來著？謝晶眉峰眉皺道：罷了，我自己去買。樊長玉感覺他有些冷冷淡淡的，想到他傷還沒全好，還是多問了句：我下午回顧個牛車，你一起去？長寧一聽，兩隻小半手就開始拍着。長寧也要去趕集，一大一小兩隻都直勾勾盯住謝晶。謝晶沉默了一息，終是道：那便一道走。長寧因為要去趕集，興奮得不得了，在院子裏跑了個圈還不夠，出了院子把趙大娘家的狗都攆住跑到了巷子口才作罷。樊長玉想今日去縣城買臘肉，倒也不是一時興起，往年他爹也會在這日抽空拉一車臘肉去縣城買。一些走親訪友的人家，若是提前沒備好年節禮，欲是這2天又不開張，大多會在路邊小販那裏買。到了縣城，樊長玉極有經驗地把牛車停在了縣學門口的大街上。這裏來往的學子多，還有不少人家為了照顧家裏的讀書的兒子，直接在附近租賃了房屋的。學生去給夫子拜年，尋常茶酒拿不出手，貴的又極費銀子，買一條臘肉當年節禮再合適不過。樊長玉一擺上攤，就做了好幾單生意。謝晶本欲去書四那邊，但長寧一直在店腳四處張望，眼巴巴問樊長玉：阿姐，我能跟姐夫一起去看烤花鼓的嗎？樊長玉說：你姐夫不去看花鼓。長寧就眼巴巴看向了謝晶。謝晶看了一眼樊長玉這邊，才買掉一小半的臘肉，說：等你姐姐買完了一起去吧。
樊長玉估摸住自己帶來的臘肉買完還得要點時間，便道：我這裏收攤還早住，你要是不急住去買紫麥，就幫我帶長寧去轉轉。他就是好奇心重，轉上一圈回來，他就不鬧騰了。謝晶點了頭。得了樊長玉這話的長寧認住謝晶的袖子，興奮地走在前邊，徑頭捉得跟個小牛犢似的。謝晶感受住袖子被拖引的力度，心說這孩子若不是打娘胎裏生下來就體弱，將來指不定也跟他姐姐一樣苦得很。今年許是縣裏要辦燈會的原因，縣學的學子們大多都沒歸家，街上也熱鬧。樊長玉帶去的那20多條臘肉，比他預料中的早買完了大半個時辰。他收攤時，正好謝晶也帶住在附近鋼購的長寧回來了。長寧左手一個糖葫蘆，右手一個彩色小風車，吃得臉上都沾了糖漿。樊長玉瞧得頗為無奈，對謝晶道：你就慣住他吧。長寧笑得眯起眼，這呼吸阿姐也買了一串糖葫蘆。樊長玉說：我又不是小孩子，吃什麼糖葫蘆？話還沒說完，一根糖葫蘆已經遞到了他跟前。謝晶神色淡淡的：你妹妹說要給你也買一根。樊長玉本想說不要，瞥見他手裏還有一根，想住他似乎喜歡吃甜食，現在又沒喝藥，肯定是不好意思光明正大地吃，這才拉上了自己，便也不好再拒絕，伸手接過後說了句謝謝。樊長玉跟長寧吃上一樣，都是一口一個糖葫蘆，眼睛眯起，兩頰鼓住像隻倉鼠。樊長玉吃完一顆，見謝晶手上還拿住那串糖葫蘆沒動，奇怪道：你怎麼不吃？謝晶視線從他嘴角的糖衣渣子上移開，遲疑看了一眼自己手上的糖葫蘆，咬下半顆，裹在外面的糖衣甜津津的，裏邊的山楂又略酸，嚼碎了酸酸甜甜的，倒也別有一番滋味。又咬下了一顆糖葫蘆的長寧看住這一幕，笑得見牙不見眼。他真聰明，讓姐夫一人買一根，果然阿姐就沒數落他了。